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应用25号就要开学，市府教育局除了伫防疫的工作做好准备以外，也将对性平、霸凌、不当管教等校园安全等方面做好全新的措施，规划相关的教案甲线顶管理的平台，希望全面提升校园安全。24号举办宣誓记者会，市长王伟霆也亲自出席宣誓市府的决心。除了现在大家关注的这个校园防疫的这个事情之外，我们也关注到校安，也就是说，小小的病毒也要防，大大的野狼也要防，更要防这个学生自伤或者是这个外人入侵的这个滋扰事件。所以呢，我们要打造一个安全无忧的这个校园环境，也要打造一个这个疫病没有办法进入的校园环境。所以呢，我觉得其实非常感谢教育局以及所有的各位学校的校长教育岗位工作者的老师，以及关心他们自己子弟的家长还有同学，他们对这个事件的关心。因为各位的关心，所以让市政府以及教育局能够尽全力的施展，能够把一些过去这个发生还没有这个处理或者处理还需要加强的部分，我们在新的学年度里面把它补强，能够建立更安全的机制，能够建立更安全的校园环境。会中市长王伟霆也针对日前伫网络流传台南私立幼儿园有哭倒囡仔的状况，回应表示一定会追究到底。针对这个台南市的私立的托婴中心有疑似这个保姆或教保人员，这个对于这个小朋友来有粗暴的动作，我觉得其实这部分虽然根据了解有一个人已经离职了，有一个人好像也不在这个位置上，但是我觉得其实该追究的还是要追究，不能因为他离职了就放过。那对于儿少法相关的真的针对的对象，我们觉得其实也应该全力的加以保障。也就是说，孩子的受教权，还有家长把孩子托付给这个教保中心，或者是这个托付给托婴中心，他们所应该受到的待遇，那这个不能够因为这个老师或教保员他们的一个粗暴的动作而受到这个伤害。因此，我觉得其实我们要求这个社会局要进一步追究。我不希望说这个造成这个家长对于的一个遗憾，也不希望对孩子的生长过程中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伤害跟伤痕。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我们绝对追究到底。教育局强调，市府团队拢是以学生安全为第一优先，也会要求各校确实来执行落实校园安全，为台南的学生打造上全面的安全防护网。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台南市政府各局处总动员，积极投入防疫工作，同时结合宗教发挥安定人心的力量，共同防疫。对此，守庙天坛伫2月12号向庙内主事神明玉皇上帝上香请示，结果得到连续9个圣杯。降至同意举办新冠肺炎消灾祈祷大法会，该法会22号由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天坛董事长徐国伦率领圣徒虔诚向上苍祈求疫情早日平息。借着这个法会，能够让市民朋友安心，让国人安心。第二个，能够让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早日解除。尤其我们市府团队以及所有的市民朋友，大家都已经绷紧神经做好防疫措施。但是俗话有一句话也提过了，马爱紧马爱行，就说除了人为的这个措施该做了以外，那上天的保佑也是民心所期盼的。所以借着这个非常殊胜难得的消灾祈禳法会，
能够让民心能够安，能够让这个上天的神明能够保佑我们早日这个脱离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台南市中西区中一路2段84巷16号台湾锁庙天坛，以民黄伟哲以最诚恳之心，诚惶诚恐，感谢天恩浩荡。法会由问成达人王宗礼博士、红坛奏乐、市长黄伟哲以及守庙天坛董事长戚国伦一同祭拜公塔素文。市府各局处首长、区长、天坛董干事以及信徒、社会贤达以及天坛金文社成员共同参与，希望借由大法会，祈求世界各地新冠肺炎疫情会当早日平息，人民会当恢复平安生活。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府城飘香一架子，伫台湾食品界一向有良好商誉的东城酱油，为了感谢基美医学中心的医护人员对着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所做的辛劳付出，特别准备了5000份的猪卡面线以及茶叶蛋，要来赠送给基美医学中心的医护人员。24号这天，台南市长黄伟哲嘛陪同东城酱油总经理郑旭峰等人，做伙向第一线抗疫以及防疫人员表达感谢之意。东城酱油这个非常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体恤我们防疫人员的辛苦，能够提供5000份的这个防疫餐这个可以说是替我们防疫人员不仅是这个肚子打了这个强心针，而且事实上也对于这个他们的士气有很大的一个帮忙。我们市政府当然是非常的乐观其成，也非常感佩有这样的一个企业。总共送了5000份的猪脚面线，还有5000份的我们的幸福茶叶蛋。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说，帮我们的整个台湾整个奇美医院呢，去除霉气去除晦气吃了我们的茶叶蛋之后呢，我们就能幸福美满我们整个台湾都是能天佑台湾。面对新型病毒各项的防疫作业，基美病院不敢大意，也已经准备了负压隔离病房以及严谨的医疗配套措施，导入防疫的工作。配合中央的政策，病人来就医的话，都要先健保卡查询这个旅游史。那我们也设立了这个药来素，就是有些长期慢性处方签的病人，他其实可以尽量避免进来医院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这个药来素的前面车子暂停就可以领到药。那我们种种的措施呢，包括我们的负压病房都已经准备好了。基美医学中心表示，东城酱油以专业提供美食为医护人员加油打气。这种用心的先行义举，不只会当温暖人心，更传达社会正面的力量。望甲大家齐心努力，做伙行过这次疫情的考验。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全国高中小学2月25就要开学，市议员洪玉峰因应武汉肺炎疫情的延烧，24号上午特别关进消毒用的次氯酸水、甲抗菌的洗手乳，予台南市中西区5间小学甲附设幼儿园，总共148班，每班3桶4500cc 的消毒用次氯酸水，甲茶树抗菌的洗手乳，帮助学生做回来防疫。因为明天就是开学了我们知道说那个孩子的环境的维护，家长都很担心而且现在这个抗疫的物资也不太容易取得，所以这个我们特别来办这个活动，就是说在我们中西区有5所的小学，包括协进、成功、永福、进学中义这5所小学呢，一共有136班的学生我们来捐那个次氯酸水。次氯酸水因为咱知影现在酒精的处理真困难，所以次氯酸水的效果并无输酒精，而且危险性还比较低所以对于整个环境的维护有所帮助，所以我们就来捐给学校。这136班每一班呢3桶的4500cc 的这个次氯酸水，然后再加上一班有2瓶的这个茶树的那个洗手乳因为咱们知影讲
防疫里面那个勤洗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啦哈，所以我们希望说以这样子的那个绵薄之力啦哈来呼吁社会大众，大家能够结合各社会的资源，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爱心的活动。议员进一步表示，虽然消毒用的次氯酸水有敏感的关键，不过伫个防疫物资真歹购买的状况，就连装消毒水的空罐嘛真歹取得。好佳在有议员蔡玉辉的帮忙，才顺利取得4500cc 的空罐而且蔡玉辉嘛加进每班消毒用的桌布等物资。防疫人人有责啦吼，因为我本身咧做这个塑胶业，咱阮洪记啊这个爱心吼，这个关心这学校疫情，所以我叫伊相配合吼。今天嘛来学习见习啦吼，要推广到我们的学区里面的国中、国小。我是今天来学习，很感谢洪记的爱心啦啊。这投资是我们参议员赞助的。受证单位包括协进、成功、永福、进学、甲中义国小等，上午议员嘛发动志工，伫个协进国小来进行次氯酸水的分装。因为次氯酸水免个接触日头伤久，无会还原成一般的自来水，因此每一个塑胶罐伫个分装以后，拢必须套上黑色的塑胶袋啊，避免次氯酸水还原失去消毒的作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市府民政局管理的台南市中立区，因为一冬只有春秋两季，因此一年编列的预算嘛才只有40-50万。平常时根本就真少派人维护。对此，议会民政委员会上午伫个召一人林美妍的号召，邀集委员会议员，包括严爱达理、李启维、甲彭一峰，以及多位民意代表的助理、市府民政、干务、甲体育处等共同来会勘。整个广场不但杂草丛生，而且地砖嘛残破不堪，尤其后面现只体育公园的阶梯嘛严重的下陷。因此，议会民政委员会要求市府要赶紧编列经费，针对有危险性的，要马上撤修。我们到现场看到整个环境非常的不理想，还有基础建设，路面的毁损呐，还有楼梯的毁损呐。那当然，在整个照明上面，事实上入夜以后真的非常的阴暗，非常的阴暗。那我们觉得很可惜啦，因为我们有去看它外县市的，就是忠烈祠，事实上有很多它使用率也蛮高的。那对当地环境，对当地的就是百姓来讲，事实上大家都很喜欢去那边啦。那我们跟咱台南市各大的条件更好，为什么？因为它旁边有一个就是体育场，它是连接在一起的。更何况现在我们体育场在竹溪整治以后，整个环境都改变了，清水的环境也改变了，所以我们更需要说，忠烈祠必须要做一个就是一个改变呐，因为让它能够跟我们改变后的竹溪园区能够结合起来，让更多的我们的就是台南市市民能够来到这个地方，不仅做一个好的回忆，包括就是看看我们的文化，包括整个休闲环境，未来。应该让我们台南市民更加认同啦。所以在长期以来，我们发现民政局在这个理念里面，事实上，真的没有尽到他应尽的责任啦。那我们民政委员会今天也决议说，在短中长这个中间来做个比较急迫性的路面危险性环境的改善，必须要马上做改善。那第二点呢，在外观外观的部分怎么去油漆，然后怎么都去亮化。我就想必须要在中期里面，在今年的预算里面，我们要看到他去做一个就是编列。对此，市府民政局宗教礼俗科长麦元腾表示，环境的部分会马上来清理。至于阶梯甲地砖的破损，因为初步估算整修的费用就要50-60万，民政局会编预算来进行抢修。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预防肠病毒，常常我们会教小朋友湿拖冲捧擦，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正确的洗手方法是用水弄湿之后，手背要搓一下，把所有的可能沾染这个病菌的地方，或者是飞沫的地方，或者病毒的地方，都要搓干净。接下来把手洗干净，洗完之后呢，这个水龙头也要冲一冲。接下来把手擦干净。
拜拜。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大，如果你的亲友从中国回来，请提醒他们，返国14天内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请拨打1922防疫专线，提醒国人注意防疫资讯，避免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请大家勤洗手，有症状戴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你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吗？特别是武汉地区，提醒您，入境如有发烧、咳嗽或呼吸急促等症状，请向机场或港口检疫人员报到。入境14天内如有出现类似症状，请立即拨打1922防疫专线，我们将有专人协助您。就医时务必告知您的旅游史、接触史、职业别及有无群聚现象。勤洗手，咳嗽戴口罩，保护你我健康。原本 Link Networks 一开始设定就业人才目标只有50位，不过因为包括自驾车的多样资料的季节上百万张，需要标注路线、电荷等等，所以现场会当看到该公司一开幕就已经应征250位工程师。上个该公司进驻台南友爱市场4楼办公室嘛正式揭牌。包括市长黄伟哲、联合会主委赵清惠以及资深工业促进会副执行长肖柏林等平台，拢共同来见证。3、2、1。今日记者会宣示 ，Linker Networks 人工智慧发展中心进驻台南城市营运台南市政府 AI 发展计划，为台南 AI 发展注入新能量再添新动能。在过年前，我们在刚跟谢执行长、谢创办人来宣示说 ，Linker Networks 它未来发展的愿景，计划在台南雇佣50位年轻的工程师能够发展，而且它已经这个技术已经得到许多国际大厂的认可。那想不到2个月后，从50人的这个规模变到200人，这可以说是超出大家的想象，而且进度是非常快的。在这2个月中间，又接获许多国际大厂的青睐跟订单。所以可以见 Linker Networks 能够未来的发展是可期的，尤其它作为一个人工智慧的一个结合，可以帮助许多企业在做自动化的过程，在做电脑化的过程，在做许多处理大量资讯跟大量 case 的过程，能够节省80%-90%以上的时间，的这个繁复工作的人工时间。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对未来的科技发展以及未来台湾的竞争力，我们觉得是非常可期的。那当然我们开玩笑的说，这个 Linker Networks 将来会变成下一个 Google 还是下一个台积电，随便他选哈。但是重点是未来这群年轻人在我们谢执行长的带领下，有非常高的企图心。有非常高的士气，有非常高的这个工作成效，这些都是台湾未来竞争力的本钱。根据 Link Networks 创办人贾元宝表示，人工智慧发展上界重要就是要有大量精准的资料，而资料品质甲正确性，才需要挖靠大量的人才资源。同时，因选择进驻台南友爱市场，都来向前开创新具融合的商机。嘛，希望对台南出发，提供大专以后的青年进入 AI 多元学习的机会。预计2021年以后，将有数千人才需求。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
未来菜市啊，真正会超越你所想的。这回台南市政府为了解决新化果菜市场的交通甲空间不足等问题，对2013年就开始推动搬迁计划，在2018年底正式动工。经过了解，占地8公顷，开卖8亿兴建。嘛，因为农业局进前就公布该建筑团队完整的模拟设计图，其中立建筑所营造的外观，号称全台湾上水的市场，嘛相当受人期待。24号下晡，伫市场因为听讲侪侪民代贵宾的见证，正式进行上庙典礼。有人带来新的一张。从酝酿、从搬迁、从动土，一直到现在已经上梁。我们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提供给新化以及周边，甚至全台南市的农产交易一个新又好又方便的处所。所以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建筑师、设计师以及各位议员们的关切，能够让这个果菜市场的新建工程能够顺利。那更重要的，也谢谢立法委员在立法院的支持，所以我们在中央补助的经费方面能够比较充裕，所以呢能够让这个果菜工厂果菜公司的这个果菜市场的新建工程能够顺利。预计今年地当落成的新化果菜市场，因为靠近175线新化虎头边加国道3号，对外交通相当方便。同时为了提升经济效益，市场嘛将引进自性化的拍卖设备。正式冷藏区加太阳能电规划。台南新闻管及何乔芳采访报道。谢谢你们。伫车水马龙的健康路顶，有一单在地飘香超过30档的手工烙饼伫遮营业。也因为这间店每一种烙饼，为揉面团到炉顶去煎，拢是同工制作，不但食会到新鲜，嘛食会到饼香味，互消费者食来食去，也是感觉这间上好食。他们家的面皮很香，然后吃起来那个比较有嚼劲，对，这是我们喜欢吃它的原因。那你知道他们这家开多久？哦，我知道好像最少也有10几年了，光我知道的话，对，也有买就买10几年。对，就10几年有了，所以他们家其实我觉得蛮香的，对，然后吃过别家之后，觉得他们家比较耐吃。营业超过30档的张家烙饼，因为物美价廉，受到消费者欢迎。但第一代头家因为身体健康的因素，目前已经将生意转给亲家来经营。年纪比较大，比较辛劳这样，做这个很辛苦嘛，然后就由我们来接手这样。虽然换手经营，但为排队人数，就会当看到口味悠然受到消费者喜爱。头家兰哥表示，好食秘诀就是酥脆，内酥外软，然后。不腻口。张家烙饼营业时间为下晡2点开始，每天只要卖了就休困。观众朋友不妨找机会来试看卖这个简单的好滋味。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